总统赖清德昨发表就任谈话，是无啥讲到两岸关系。外界关心讲，这敢是美国方面有压力？陆委会主席邱水正今仔是无评论，也毋过伊是讲哦，伊是无这款感觉。海基会董事长吴鸿山是认为，总统赖清德甲习近平罕得有交集，两人是拢毋望两岸和平。吴鸿山嘛认为，虽然两岸对话中断哦，也毋过互相一直拢有交流。只要对等尊严。 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。一句话简单回应两岸议题，总统赖清德5日空就职就任谈会，规篇无加讲两岸关系，引起外界联想。好像有美方的压力，有这样的回应吗？没有这方面的评论，那我们是没有这种感觉。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到场甲澄清，不过中国国台办第一时间刷个表示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也个讲沟通需要伫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。对此，邱垂正呼吁中共面对中华民国客观存在事实。陆方的说法还是一中反独的旧的这个僵化的思维跟基调哈，我们还在强调。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请国台办不要急切的来介入台湾的内政。赖清德总统的谈话，我想台湾人能接受，台湾人能支持。国台办无领导的代志，就少说2句吧。对两岸僵局，海基会董事长吴鸿山乐观表示，虽然对话管道中断，不过团会管道通顺，点出台湾方面有3种类型的团会证书，像台商学者甲部分咱个参两岸事务有关的退休官员。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跟我们赖总统之间呢，其实很难得有一个交集。 2个人都公开讲，希望两岸和平发展，这是历史的机遇。只是根据陆委会最新的统计，台湾人去中国的风险增加。2024年1月7日到今年4月30日，有关咱国民众去中国风口压留置半早的定情案达到102件，其中失联也是亲像风限制人身自由，就有89件。陆委会搁一摆表示，希望民众透过动态登录系统，保证自身的安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